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5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一聊伊朗，聊一聊中東，聊一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47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47天，也是哈梅内二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47天。果然到了第47天，這個伊朗肉眼可見的軟了下來。什麼叫肉眼可見的軟了下來？首先是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談判破裂以後，雙方各自打道回府，伊朗方面立馬釋放出願意繼續談判。我在前天的節目就說了，佩澤西奇揚還有卡利巴夫甚至穆吉塔巴的他那個書面聲明表達出來都是強烈的希望繼續談判，談判的大門並沒有關上。特朗普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實際上就是封鎖伊朗的所有港口，伊朗的石油和其他物資進口出口，這一下直接就捏中了伊朗的命脈，鎖喉，這叫一箭封喉。特朗普冒着油價飆升、通貨膨脹的這個風險，封鎖伊朗的石油出口，所以伊朗立馬就軟了，趕緊給特朗普打電話，希望馬上進行第二輪談判。所以現在媒體說16號在伊斯蘭堡要舉行第二輪談判。至於16號談判不談判還不太清楚，目前還沒有敲定，至少巴基斯坦這邊還沒有公開。但是為什麼說伊朗軟了？伊朗昨天說考慮暫停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這個是新華社4月14號報道，說彭博社14日報道，伊朗正考慮暫停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以避免破壞談判進程。我說實話，看這個標題我看了半天，我沒明白什麼意思。說伊朗是怎麼考慮呢？他是考慮避免破壞談判進程，也就是說伊朗是希望談判，而且還希望談判進程能夠順利進行，所以避免破壞談判進程，那就說明伊朗是想談判，而且還要保證這個談判不要起什麼幺蛾子，不要節外生枝，不就這意思嗎？避免破壞。那他採取什麼措施？他採取的措施是暫停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這個挺讓人難以理解。我以為他是把霍爾木茲海峽給堵死，暫停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也就是我理解的是霍爾木茲海峽誰也別走了，暫停了。後來我想了半天，看看其他媒體報道，才發現原來伊朗暫停霍爾木茲海峽航運，指的是伊朗自己、伊朗的船只、伊朗的港口，他不從霍爾木茲海峽走了。暫停了，是暫停伊朗的能源出口、伊朗的港口、伊朗的船只從霍爾木茲海峽，那不就不走了唄？因為美國林肯号航母这15艘軍艦在阿拉伯海還有什麼阿曼灣，在圍堵所有到伊朗港口的這個船只，所有給伊朗交過路費的船只都要圍堵。你說這個新聞不，你要不仔細看，你不知道什麼意思。你以為伊朗要把霍爾木茲海峽給封死，誰也別走了，破罐子破摔。你美國在外面加把鎖，我在裡面再加一把鎖，實際上是伊朗慫了，美軍在外面圍堵伊朗的這些船只，去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主動的，我為了避免跟美國發生正面碰撞，乾脆那我就不出去了，輪不着你來圍堵，我自己自攻，就這意思，這不就是慫了嗎？怎麼伊朗不跟美國對着幹？那個伊朗的這個油輪，你的軍艦護航，你不是有小炮艇嗎？那個摩托艇嗎？你還有無人機，你可以這個警告美國軍艦，讓它不能駛入霍爾木茲海峽，不能駛入波斯灣，怎麼就不能給自己的這個船隊護航？伊朗人很有意思，把這個軟話硬說，他無能為力，他沒有任何力量保護他的商船。他說我主動暫停，所以總體上看，朗子是被打服了，老實了，但是煮出的鴨子嘴硬，他對外宣傳那還是勇往直前，永不言敗。因為談判需要伊朗國內的、印度的都需要，伊朗是一直在勝利，美帝束手無策，特朗普灰溜溜的逃跑。實際上我們看這個佩澤西奇揚的表演，就知道伊朗人有多着急了。只有談判不着急，因為談判站着說話不腰疼，不擔家不知柴米油鹽貴。美國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談判結束以後，佩澤西奇揚就瘋狂打電話，給法國總統馬克龍打電話，給普京打電話，就他能撥通的電話他都打，沒日沒夜的打電話。打電話幹什麼？就是訴苦。他就打電話就說一個意思，伊朗願意談判。這第一輪談判失敗，那純粹是因為美國要價太高，美國太不尊重人，就這意思，不尊重伊朗。
表達特別希望接着談，你們能不能去勸一勸美國？就這意思。佩泽西奇扬14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讚揚西班牙、中國、俄羅斯、土耳其、意大利、埃及6國所展現的反戰立場。佩泽西奇揚在貼文中說，文明的本質會在關鍵的歷史節點上得以彰顯。上述6國的立場源於他們深厚的文化和歷史根基。這根基照伊朗還稍微差點，說到根基，說到這個源遠流長，說到這個深厚的文化，照伊朗還差點。伊朗人家是6000年，二哥才5000年，那其他的更談不上了。你看看這都是什麼國家啊？埃及，一說到文明，埃及也是幾千年，這是在這一塊都有共同語言。有媒體報道說，伊朗代表團從巴基斯坦空手而歸後，佩澤西奇揚總統大發雷霆，對代表團成員大聲斥責。據外媒報道，他對身邊人說，我們離崩潰只有幾周之遙，他們正在切斷我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我不知道我們將如何支付薪水。據消息人士透露，佩澤西奇揚已瀕臨神經崩潰的邊緣，並要求達成協議，不惜一切代價。你說把一個管家急得沒錢發工資啊，社會的難以運轉。伊朗已開始出現糧食危機，伊朗許多麵包店宣布停止營業，民眾開始到麵粉倉庫搶購。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其他必需品可能很快面臨同樣的壓力。網上有很多视頻都是伊朗民众在瘋狂搶購食物、食品。德黑蘭很多地方整條街道的商鋪都關門大吉，伊朗經濟雪上加霜。所以說特朗普這一招很狠，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對吧？這個傷敵1000自損800的打法，伊朗先坐不住了，果然是伊朗先扛不住。德黑蘭現在急切想達成一項協議，之前裝出來的絕不妥協徹底破功。華爾街日報4月14號消息，2名美國官員稱，過去24小時內已有超過20艘商船駛過霍爾木茲海峽。據報道，儘管當前商船通航規模仍遠不及衝突爆發前，但通行狀況已有所改善。美國總統特朗普已要求伊朗重新開放該海峽。本着早些時候2艘美軍軍艦以航行自由行動為由通過該水域，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已於4月11日啟動掃雷行動。一名官員透露，過去24小時通過海峽的船只包括往返波斯灣貨船、集裝箱船以及油輪，部分船只航行時關閉了應答器，以降低被伊朗襲擊的風險。也就是說，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狀況大大改善，但是伊朗的船還是不能走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在其封鎖霍爾木茲海峡開始24小時後，信息通報，來自伊朗港口的船只有6艘自願掉頭。他們本想試一試，看看這個美國人是不是真的在封鎖，結果這個6艘船開過來之後遭到美軍的警告，他們就自願返回港口，並且美國海軍宣布2艘打着虛假旗幟正駛往東大的油輪已被攔截並被驅離。從伊朗港口出發的，不知道打着哪國旗號，但是這個船是要駛往東大的，這個船被美國海軍給攔截驅離，也就是他就回去了。這完全逆轉了伊朗对海峽所做的一切。現在世界上除了伊朗的船只之外，所有的国家船只都可以自由航行。路透社報道，一艘美国驅逐艦攔截了2艘試圖離開伊朗的油輪，這2艘油輪從阿曼灣的恰巴哈爾港出發，隨後這艘軍艦通過無線電通信命令他們返回，油輪便服从了命令。好了，霍爾木茲海峽相當于通航了，但是還沒有恢復到戰前，比這個伊朗封鎖的時候已經好得多了。為什麼？說明我在前面節目說了，霍爾木茲海峽它不是問題。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文章可做的地方太多了，因為它是一種狀態描述，通行不通行，革命卫队伊朗人是有很多文章可做。他对国內的談判說，宣傳1艘船都別想過，美國和以色列的船不能過，過了就毫不猶豫的給擊沉。事實上也是，反正到現在也沒有什麼，除了美國軍艦，也沒有美國和以色列的商船從那兒過，人家本來就不從那兒走。盤判哪知道，反正盘判就知道這勝利了。這玩意兒就看你怎麼說。伊朗自己的船出不去，他也可以宣傳是我們自願的，對吧？為了避免談判的時候再節外生枝，我們寬宏大量，
我們高瞻遠矚。所以說，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這個問題，也就是伊朗他會就實質性的讓步，但是嘴上的可以不說，甚至嘴上说的更狠。那现在問題就是核問題，濃縮鈾的問題。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目前堅持要把400公斤的60%豐度的濃縮鈾要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僅要看到，而且還把它挪走，還必須要挪到美國和以色列指定的地方。什麼意思？也就是說，你把它挪走放到第三國，美國和以色列也不同意。4月13號，普京跟佩斯期间打電話的時候，他就說了，俄羅斯願意接收這批濃縮鈾，可以放到俄羅斯保管。但是你想想，以色列同意嗎？美國會同意嗎？現在問題就卡在這兒。那伊朗人如果把濃縮鈾乖乖的交給美國人或者以色列人，還有離心機那些設備，那他怎麼向國內的盤man們交代？難道說送去維修嗎？難道真的說賣給美國人了嗎？高價賣給以色列，或者是送到美國，委托美國人再提純，委托美國加工。總之，零濃縮這個事情不太好談。而且更壞的是，特朗普還要求伊朗要公開承諾不搞核武器。你得承諾這玩意兒是書面的，對不對？你不能口頭承諾啊。書面的，你玩波斯語和英語玩2個版本也不行，人美國人會公布你簽的文件。所以伊朗的談判、印度的談判，他們都能看到美國人簽的文件是啥。所以這個對伊朗來說是個問題。霍爾木茲海峽才封鎖第2天，伊朗就受不了了。伊朗一天要損失3億美元，這3億美元都是要命的，這是叫救命錢。綜合多家媒體消息，伊朗正在權衡局勢，考慮是否接受美國要求其完全停止鈾濃縮這一關鍵條件。如果伊朗想通了，內部形成共識，則美伊下一輪談判有可能於本周末在伊斯蘭堡舉行。在上次談判期間，美國向伊朗提出接受為期20年的鈾濃縮禁令，副總統萬斯稱之為美方最終最佳的提議。談判無果而終後，美國立即宣布封鎖全伊朗港口海岸。現在伊朗傾向於接受這一期為期20年的鈾濃縮禁令，以換取美國解除制裁和更多的讓步。依我說，這哈梅内伊都是白死了。這玩意在2月28號之前，哈梅內伊就應該同意。也就是說，我一直說哈梅內伊是誤判了特朗普，他把特朗普還當作美國以前那些總統。那些總統不管怎麼說都是做事還是有板有眼，有跡可循。而特朗普這個人不講武德，談着談着人家掏出炸彈就炸，沒有這麼幹的。所以說伊朗人吃虧，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當初特朗普一談，你立馬上去把那個鈾交出來，換取特朗普的解除制裁。特朗普就只能幹4年，等特朗普下台了，萬斯一上台，你看万斯，你求他打他都不會打，你接着幹了，对不对？万斯一上台，你接着搞核武器。所以伊朗人這叫劣幣逐良幣，就是長期的這種僵化體制，但是人均智商都在下降，剛愎自用，硬碰硬，雞蛋碰石頭，最終還是結局不是這個政權垮台，你老老實實把那個濃縮鈾送過來。早知現在何必當初？萬斯他說，4月14號在佐治亞州舉行的美國轉折點活動上，美國副總統萬斯談到了他與伊朗談判。他說特朗普不想達成那種小協議，他想達成的是大協議。萬斯補充道，這就是他提出的交易。特朗普告訴伊朗，如果你們承諾放棄核武器，我們將幫助伊朗繁榮發展。萬斯說，我們將使伊朗經濟繁榮，我們將以一種我一生中從未見過的方式邀請伊朗人民融入世界經濟。萬斯還補充，協議尚未達成的原因在於，總統真心希望達成一項協議，內容包括伊朗不擁有核武器，不進行國家支持恐怖主義，伊朗人民能夠繁榮發展，融入世界經濟。這就是他提出的條件。他說，我們將繼續談判，努力促成此事，所以我將努力爭取達成協議。CNN 報道，美國方面消息稱，萬斯預計將牽頭可能舉行的第2輪美伊談判。特朗普總統特使維特科夫和其女婿庫什納也將參與。首先，我對特朗普這個做法我是認可的，但是他能不能做到，這是另外一回事。他希望伊朗能夠繁榮富強，伊朗的人民能夠享受繁榮，這個願望是好的。但是實際上，這個和伊朗革命衛隊那是兩碼事。伊朗這個神棍政權，它的主旨不是發展經濟，
如果你对這個不了解，你可以去看一看什麼霍梅尼當年上台之後，他的那些說法。革命不是什麼多吃一個馒頭或者多吃一塊面包，革命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伊斯蘭革命，这什麼叫伊斯蘭革命衛隊？這是幹啥用的？如果是發展經濟，他還要什麼伊斯蘭革命衛隊幹啥？所以說這就是個悖論。什麼叫悖論？說如果伊朗真的在特朗普的美國的幫助下實現了繁榮，那就沒有革命衛隊什麼事，那就是這個伊朗的政權被顛覆了。只有政權被顛覆才能達到這一點。只要伊朗還是衛隊說了算，還是這種毛拉政權，那麼發展經濟就不是第一目標，它的第一目標是革命，是要反美反以色列，這是它的政權的合法性。如果是發展經濟，那還有必要把巴列維推翻嗎？在巴列維那個王朝上面改良不就行了嗎？是吧？再注重一下底层人的保障，对吧？再注重一下分化問題、財富的分配問題，再改良，就沒必要革命啊。所以說，革命衛隊現在面臨着十字路口。如果你接受特朗普的這些條件，實際上就是相當於革命衛隊自動下台自殺。你不接受特朗普的這些條件，那你也等於是自殺。美國人還會再扶持一個在用心幫你發展起來以後跟美國作對的這麼一個政權嗎？就類似於這個東印度一樣，這美國人怎麼老吃這種虧？不能認為特朗普還那麼幼稚。設想一下，如果還是毛拉政權執政，美國人幫他繁榮發展起來，在中東經濟發達，成為一霸，人家自己軍事實力還強，那中東那些王爺國受得了嗎？以衛隊為首的這把毛拉政權，人家等他翅膀硬了，還要跟美国叫板，也跟那個東大一樣。是美國人是吃虧沒夠是嗎？還那麼傻？你再培養一個毛拉政權，到30年以後，動不動就是清產是遙遙領先。所以萬斯說的這一套衛隊是不可能相信的。格雷厄姆他說，遏制伊朗是實現沙特以色列歷史性和平協議的關鍵。他稱其將是整個中東潛在遊戲規則的改變者，說的是伊朗。那什麼是勝利？勝利就是伊朗再也無法破壞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實現和平的能力。2000年以來最大的變化將是沙特阿拉伯承認猶太國家，伊斯蘭教的中心承認唯一猶太國家，並與以色列實現和平。他們之前嘗試過，但伊朗通過其代理人哈馬斯於10月7日發動襲擊而阻止了他，將伊朗關進籠子，轉向和平。到今年年底，我認為我們就能達成沙特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和平協議，這將永遠改變中東，股市將上漲，油價將下跌，這是中東運作方式翻天覆地的變化。格雷厄姆這話才是美國的真正的恐怕是政策。那如果格雷厄姆这話如果是反映当下这个客觀情況的話，那美國就不可能在毛拉政權不變的情況下幫伊朗發展，難道又要培養一個對手嗎？我們看看以色列人怎麼說的。以色列的摩薩德負責人大衛·巴尼亞發表針對伊朗的強硬談話，誓言更迭伊斯蘭政權。伊朗威脅在我們和全世界眼前持續加劇，毫無節制。我們警告核危險是一種生存威脅，我們警告導彈數量不斷增加，威脅全國以色列平民以及伊朗政權所帶來的危險。最終我們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發動了2場必要的戰爭。這個巴尼亞補充說，這場戰役尚未結束，摩薩德特工在伊朗境內開展行動，而這次行動只有在伊朗政權更迭時才會結束。也就是以色列人明確無誤地喊出了要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以色列第12頻道報道，一位沙特王室消息人士表示，沒有美國的地面入侵和政權更迭，就無法解決伊朗威脅。這類似於2003年薩達姆·侯賽因的倒台。該消息人士強調，任何替代方案都必須是世俗的，並且為伊朗公眾所接受，也就是毛拉政權必須下台，伊朗的政權必須要更迭。阿拉伯認為這場戰爭中尚未取得預期成果，
伊朗對該沙特、以色列和美國敵對態度更加激進。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三方在白宮舉行會談，這會談的內容就一個是停火，第二个停火，但是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三方在美国白宮会谈，黎巴嫩真主党连上桌的機會都沒有，他們談判是如何解除真主黨的武裝。而黎巴嫩真主黨頭目卡西姆反對黎巴嫩和以色列舉行直接談判。他說，以色列大使明確表示，這是一場旨在解除真主黨武裝，與以色列這個敵人實現和平的談判。而內塔尼亞胡已經做出了很多讓步，你們怎麼能參加一個從一開始就目標明確的談判？我們根本不同意它的存在。卡西姆聲稱，這次談判是黎巴嫩的投降和實力的瓦解。我們呼籲，而且機會依然存在。呼籲也沒用，黎巴嫩真主黨的命運呢，跟哈馬斯是一樣的，這一次可能徹底被解決。而他的背後的主人伊朗現在已經無能為力，叫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內塔尼亞胡說，美國和伊朗的停火隨時會結束。我一直說在這一塊我們要多看內塔尼亞胡是怎麼說的，而少看特朗普怎麼說的。因為特朗普說話不靠譜。特朗普昨天說，美國和伊朗的戰爭軍事行動已經結束了。特朗普稱對伊朗戰爭結束，一邊喊結束，一邊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一邊喊結束，一邊是這個部隊調動密集而頻繁。根據彭博社報道，美軍已下令從全球多個地區調撥重型導彈，還有那個機關制導炸彈，用於應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據悉，該型導彈戰前庫存總量是2300枚，說預計調撥後將僅剩425枚，也就是把基本上能調動的全調去了，準備讓伊朗嘗一嘗。數十架美軍的空中加油機降落在以色列本古利安機場，這個機場不是說被伊朗摧毀了嗎？怎麼還有呢？而大批美軍也在中東集結。美國在停火期間繼續向拉福德皇家空軍基地運送大批彈藥。目前前線部署的轟炸機機隊仍然在場並處於武裝狀態，而且這個林肯號航母現在已經在安曼灣水域，這個離伊朗的海岸線只有200公里。俄羅斯方面14日披露來自俄聯邦安全會議消息，它是鑑於五角大樓繼續增兵中東地區，美國和以色列可能利用和平談判為對伊朗發動地面軍事行動做準備。據悉，俄聯邦安全會議發布的消息稱，如果美伊談判未能達成預期目標，2週內可能會爆發更高強度的敵對行動。那麼最有意思的新聞就是巴基斯坦也下場了。根據媒體報道，巴基斯坦可能在下一階段的戰爭中對伊朗發動地面進攻。消息人士稱，在美以巴基斯坦、卡塔爾和沙特高級官員舉行秘密會議後，巴基斯坦軍隊已開始與伊朗接壤的邊境地區進行集結。目前，巴基斯坦根據防務協議向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空軍基地部署了約 1.3 萬名地面部隊以及10至18架戰鬥機。是巴基斯坦向沙特不僅派出了戰鬥機10幾架戰鬥機，還有1萬多人的部隊，而且巴基斯坦一部分部隊在跟伊朗邊境地區已經在集結。這就是談不成就要動手的意思了。那有人就說了，為什麼巴基斯坦會這麼幹？實際上，巴基斯坦跟沙特是叫軍事同盟，簽了個協議叫戰略互防協議，實際上就是軍事同盟，就是誰進攻沙特就視同是進攻巴基斯坦，誰要進攻巴基斯坦就視同進攻沙特，所以這兩個人是綁一起的。那你前面的伊朗你炸沙特，巴基斯坦都忍着，就已經違反了協議了。第二階段你要再打巴基斯坦就不客氣了，只能履行這個協議。再說了，沙特給巴基斯坦大量的援助貸款、投資所以說巴基斯坦跟伊朗他們都是什葉派穆斯林不少，雖然他們平時互稱兄弟，但是這個時候不好意思，你不仁我就不義，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開路虎。所以我判斷伊斯蘭革命衛隊會不會魚死網破？如果他魚死網破，那後面還要更大規模的戰爭。如果他就此作罷，順應潮流，順應歷史，主動退出舞台進行變革，那這就是伊朗人民的大幸，也是中東老百姓的大幸，但當然也是世界人民萬幸。
如果伊朗毛拉政权下台，对吧？伊朗变成一個文明國家，那伊朗的繁榮富強不是難事，因為畢竟它歷史上它繁榮過啊，人均 GDP 比韓國要高，總的 GDP 全球排過第9，這不是鬧着玩的，它富裕過。所以我不太理解那好多人支持毛拉政權是為什麼？支持他搞亂世界是嗎？支持他輸出革命是嗎？支持他搞核武器？印度的談判應該了解，印度國內也有這種穆斯林，一旦受伊朗的這種極端勢力影響，一樣的你叫禍水東引。所以現在還有一小部分人對特朗普打擊毛拉政權還在橫挑鼻子豎挑眼，雞蛋裡挑骨頭。所以希望特朗普在對毛拉政權這一塊要下定決心，除惡務盡，要勇往直前，不要被裝貨所束縛。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